渠務署。咁喺牆邊呢，就係有好多關於雀鳥嘅圖案。咁對面影住嘅呢，就係昌新1號 B 座。跟住會見到係昌新1號 A 座。深水埗 SSP。連個地下啦都設計得好靚。七彩繽紛嘅圖案啦，有花朵。令到呢睇咗之後都令到自己心情非常之好嘅。